实习日志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台语自修室。好，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来进行我们第一个要教学的台语。机车。I know. It's autobike. 不是，是机车。autobike. 不是 autobike. autobike 是那个日文的发音呢，对不对？台湾人要会讲台语啊。台语。我妈没有教我台语。抱歉。没关系。第二个台语是电视台，因为啊我们在电视台实习，对，反正想说也让大家顺便了解一下电视台的那个台语，对。啊，电视台台语呢叫做电视台，或者你可以叫它电视台。原因是这样子的，原因是当初只有老三台可以看，就是中视、华视跟是民视、中视、华视跟台视，对。然后有些电视出现之后，因为他们有第三台以外的第四台可以看，所以老一辈就把那个电视台呢叫做电视台，对。太烂了，是这样子吗？对，就这样。对。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。第三个是贪得无厌。我知道消摊的意思吗？我知道，谈被无言。不是，等一下，消汤是 OK 是可以，贪心嘛，这个我实在是听不懂啊，对啊，我真的听不懂。好，我来跟大家讲一下，贪得无厌呢，这边子文刚讲的消汤也可以，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就是贪心也可以。那我要讲一个比较算俚语的东西，就是假当假替假到阿鲁米，就是等于说他什么都吃，什么都要，什么都想要，所以就是叫贪得无厌，假当假替假到阿鲁米嘛，铜铁铝，阿鲁米就是铝，都要吃，什么都要，所以就叫贪得无厌。对，好啊，请问一下，你们今天学的这三个台语，也严格来说是4个，有比较会的吗？谈被无言。拜拜。消摊，这人袂使消摊，对，袂使食阿鲁米。好，那相信那个观众们应该都也学会了。好，那我们就结束这一期的影片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并开启小铃铛，感谢各位。